遮侪民众会骑 U-Bike， 不过有民众反映讲，伫台北的青年公园附近，因是找几个站，也是无车通好少，认为着爱加强这脚踏车的调度。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，有和业者沟通，原来业者是讲，因会加强监测每一站的使用情形，提供更较完善的借车服务。真侪民众上下班、上下课拢会骑 U-Bike。台北市青年公园附近有真侪 U-Bike 站，前一阵有民众反映，伫非高峰的时段去青年公园遮行6站游玩，找无车通借。实际来到青年公园遮，附近民众表示，早起或者是假日较接借无车。太多人了，然后就车都被借走。早晨。对。假日好天气，几乎都会借不到。台北市交通局表示，针对民众讲借袂到车的情形，交通局表示会甲业者调整调度。因为业者表示讲，自去年2月开始，台北市 U-Bike 前30分钟免费，所以借车量提悬大约2到3成。因未来针对大借车站的借行车数据，调整调派人员的时间。我们也要求微笑单车，针对这6个站要拟定相关的调度计划，针对它是调度人力或者是调度的货车车辆数，要持续的做增加，然后去将调度的能量涵盖到更多的站点。数据的部分是随时是需要机动性的调整，那我们这边会再更去监测这样的一个数据变化。高用量场站的话，我们会安排一些技术人员来去做这个解绑车。另外，业者也建议民众会使伫借车行车前使用 U-Bike 的 App， 通及时看到借车站的车辆数，避免去到现场无车通借，也是无位通行的状况发生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